大家好，今日想同大家一齊整焗嘅超簡易士多啤梨芝士撻。忌廉芝士250克，糖30克，whipping cream 300克，低筋麵粉60克，蛋2隻，檸檬汁10克，士多啤梨醬適量。我哋預熱焗爐350度，跟住預備一個焗盤。我哋冰櫃拎咗啲冰嘅撻皮出嚟，就放喺焗盤上邊。350度焗25分鐘或者至到金黃色。忌廉芝士室溫放完之後，我哋將佢整到順滑。如果大家有手動嘅攪拌器咧，會更加快捷嘅。只不過想試下俾大家睇，如果冇嘅時候，用呢啲膠刮都可以整到。順滑咗之後，我哋就逐隻蛋加入。加入第一隻蛋之後咧，我哋就攪拌均勻。攪勻之後咧，我哋加入第二隻雞蛋，攪勻。攪勻之後，我哋加入檸檬汁，攪勻。跟住加入 whipping cream，攪勻。隔西加入低筋麵粉，攪勻。攪拌之後仍然會有好多粒粒，唔緊要嘅，我哋會隔西3次，直至到順滑。第一次隔西，第二次隔西，第三次隔西，完全順滑之後咧，倒入去量杯，方便等陣咧倒入去撻皮入邊，放一旁備用。將焗好嘅撻皮放喺放涼架上面放涼備用。預備一個大嘅焗盤，放入焗蛋糕嘅紙啦，將放涼咗嘅撻皮咧放入去，將芝士糊慢慢倒入去撻皮入邊，先倒少少，得少少士多啤梨果醬喺中間，再倒入芝士糊，覆蓋住啲士多啤梨果醬，倒至9成滿就得㗎啦。再加入少少士多啤梨果醬喺面頭，用支牙籤輕輕喺面上邊滑下去，令佢滑出啲花紋。跟住就可以放入焗爐350度焗15分鐘，15分鐘後搞掂啦。每個芝士撻都係脹卜卜，拎出嚟放喺放涼架放涼，可以熱食或者雪凍佢嚟食。超簡易士多啤梨芝士撻，希望大家中意食啦。如果大家中意我呢條片，希望大家 like 下，撳下鐘仔分享一下啦。我哋將個士多啤梨芝士撻咧對半切開，咁咧入邊咧有啲士多啤梨果醬，好好食噶。跟住想同大家分享一個快速整工整嘅撻皮方法。我哋拎起30克嘅皮，搓完佢撳扁，放入模具，跟住用2隻手指公推開佢，推高個模具，跟住壓翻好佢之後，我哋咧就用個膠刮將佢截走個表面突出嚟嘅部分，咁你個撻模咧就整得好工整噶啦。跟住用叉吉窿啦，之後咧我哋咧用呢啲焗蛋糕嘅紙隔住佢，一個一個咁隔開。我將一筒筒咁樣用保鮮紙包住佢，再放入去保鮮袋，放喺冰櫃冰實，完成。